你知道嗎？助力自行車居然能對國際城市的醫療負擔產生意想不到的影響。隨着城市化的飛速發展，環境問題日益突出，國際城市都在尋找可持續的交通方案。助力自行車作為一種環保又便捷的交通工具，在全球迅速流行起來。那它的普及對城市醫療體系有什麼影響呢？助力自行車在全球的普及呈現出快速增長的趨勢。歐洲是主要市場，像德國、荷蘭這些國家，普及率相當高。在亞洲，日本和中國的市場也在不斷擴張。不同國家和城市為了推廣助力自行車，採取了各種各樣的政策。荷蘭購車有補貼，巴黎發展共享系統，還優先建設自行車道。助力自行車對公共健康有着積極的影響，經常騎它可以提高心肺功能，降低肥胖風險，改善心理健康，還能降低心血管疾病、糖尿病等慢性病的發病率。而且它能減少機動車的使用，降低空氣污染對健康的負面影響。助力自行車的普及對政府醫療支出的影響十分顯著。數據顯示，助力自行車使用率會提高10%，人均醫療支出大約就會下降2.5%。從長期來看，如果使用率達到30%，未來20年城市因慢性病導致的醫療支出將減少20%、25%。我們再來看看幾個典型國際城市的實踐成果。哥本哈根、東京、阿姆斯特丹等城市在助力自行車推廣方面都取得了不錯的成效，居民健康水平提高了，醫療支出也降低了。不過，助力自行車的推廣也面臨着一些挑戰，比如基礎設施資金投入、安全問題、公眾認知等等。針對這些問題，我們可以制定長期規劃，通過公司合作建設基礎設施，加強安全教育和執法，開展宣傳活動，利用智能技術提高管理效率。